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神秘兒說，我係神婆 Ella。今集會同大家講美軍輝19失蹤事件。輝19係美軍5架魚雷轟炸機，主要任務係喺空中用魚雷攻擊船艦。首次飛行係1941年，1960年被取代。45年12月5日，天氣溫暖，有陣雨。輝19 5架戰機載住14名飛行人員，進行例行導航演習同模擬轟炸。飛行航線喺佛羅里達州路德代爾堡海軍機場出發，飛到大巴哈馬島南部，進行中途轟炸之後向北飛，飛過大巴哈馬島去到北海岸一個點，再向西飛返去朗德代爾堡基地。當年冇 GPS， 導航係由地圖計算航向同速度。輝19係一隊組合，當日仲有輝17同18飛行，係最後一次訓練。成個航程預計起飛90分鐘之後回程，飛行總時間2個半鐘，原定13點45分出發，日落前飛返基地。隊長查爾斯泰勒中尉。大約有2500小時飛行經驗，其他隊員每人都大約有300小時飛行經驗。因為隊長延誤，令到起飛時間延遲到2點2。當日海軍航空天氣描述係良好，海面狀況中等至惡劣，而基地同其他飛機都係聽到輝19成員之間無線電通話。大約喺3點鐘，一名飛行人員請求投下最後一枚炸彈。13點40分，飛機編號 FT60，輝19之中唯一2分成員鮑爾斯上尉，佢收到另一位飛行人員問佢羅盤讀數。鮑爾斯話：我唔知我哋喺邊，我哋肯定係最後一次轉彎之後蕩失路。另一隊飛行教官，飛機編號 FT74，羅伯特考克斯中尉同其他學員準備執行同一項任務。佢聽到之後發出訊息，話呢度係 FT79，係飛機定係船叫鮑爾斯，請確定你身份以便有人幫你。過咗一陣 ，FT74 再嘗試聯絡，輝19飛機編號 FT28 有回佢，話有2個羅盤失靈，嘗試揾路德代爾堡，佢而家喺陸地上空，確定我喺群島，但係我唔知距離有幾遠，亦唔知點樣返去。FT74 即時通知海軍航空站話有飛機失蹤，海軍站建議泰勒沿海岸線向北飛返去。基地問泰勒佢架機有冇裝到 YG 發射機，部機用途係測量飛機位置，不過泰勒收唔到呢個信息。16點45分，泰勒用無線電發信息話：我哋正以30度飛行45分鐘，然後向北飛，確保我哋唔會飛越墨西哥灣。呢個時候，泰勒仲未知道自己方位，亦冇辦法收到敵方識別信號。基地叫佢轉405頻道，泰勒冇回應。基地再叫佢轉3000頻道，泰勒話：我冇辦法轉，我一定要保持飛機完好無損。16點56分，基地叫泰勒打開 YG 發射機，佢冇回應。幾分鐘之後，基地再提議佢飛航向90度，向正東飛10分鐘。同一時間應該係 FT36 飛行人員鮑爾斯喺度鬧，話如果我哋可以向西飛，我哋就可以飛返屋企。佢咁樣講，可能係因為軍事記錄唔可以向其他方向飛。17點24分，天氣惡化，無線電開始斷斷續續。泰勒回覆基地話：我哋將向西飛270度，直到飛機着陸或者燃料耗盡，請求檢查天氣。17點50分，基地成功測量到輝19位置，喺大巴哈馬島以北，遠離佛羅里達州中部海岸。18點04分日落，天氣開始惡化。泰勒通知其他飛機保持270尺，話我哋向東飛得唔夠遠，最好調返轉頭向東飛。
18:20，亦都可能係19:04。泰勒叫所有飛機靠埋一齊，除非着陸，否則迫不得已降落。第一架飛機油量降落到10加侖以下，我哋一齊下降。喺呢句說話之後，輝19 5架戰機連同14位飛行人員喺世上從此消失。基地發現輝19失蹤之後，即時發出警報，將17:50測量到輝19最後位置話俾其他飛機同船隻知。一架 PBY 卡特琳娜飛機喺6點鐘起飛，任務係搜尋輝19同引導佢返基地。天黑之後去到指定地點，但冇發現。當時基地除咗發出警報之外，仲派出2架原本進行飛行訓練嘅 PMB-5飛機搜尋。17:27，其中一架飛機通知基地正接近輝19最後位置，不過之後呢架飛機亦都失埋蹤。21:15，郵輪蓋恩斯米爾斯號話報告話喺北緯28.59，西經80.25發現疑似爆炸產生火焰，火焰高達100英尺，燃燒10分鐘。佢哋搜尋唔到幸存者。護航航空母艦所羅門號報告喺同一位置、同一時間，一架飛機喺雷達之中失蹤。PMB-5可以裝9.83噸燃料。燃油管喺惡劣條件之下好容易鬆，導致漏油。推測係發生空中爆炸，機上13人全部死亡。第二日一早，海軍派出300幾艘船同飛機搜尋，不過乜都揾唔到。之後海軍再派出240架飛機、18艘艦艇揾，聯合部隊亦都加入搜尋，仲有好多商船加入，成為史上最大規模海軍搜尋行動之一。用咗5日時間，乜都揾唔到，屍體同飛機殘骸一啲都冇發現。希爾斯中尉回憶話，當日佢同3個朋友喺度玩緊啤牌，突然之間有人敲門，話所有值班飛行教官喺凌晨5點去到飛機庫，話因為有5架飛機失咗蹤。之後3日佢哋喺佛羅里達州海岸低飛，但完全揾唔到任何線索。委員會事後報告指出，泰勒當日遲到，原因係佢先去揾航空值班教官，請求當日晏晝唔參加飛行，不過拒絕講出原因，所以遭到拒絕。因為咁導致遲咗起飛。復仇者飛機上冇裝到時鐘，飛行人員一定要自己帶錶，但係有人多次聽到佢問其他飛機喺特定航線上飛咗幾耐，證明佢當時隻錶有問題。對於推算航道，時間係一個好重要環節。當時佢將飛機突然之間轉方向，偏離原本航線向西飛200多公里。喺失蹤之前，佢一直以為自己喺墨西哥灣上空，但實際上喺太平洋上空，指揮其他飛機向東飛或者向北飛，以為咁樣可以飛返去佛羅里達州。其他飛行人員認為要向西飛，呢個先係正確方向。調查委員會初步報告話，飛機墮位係泰勒中尉受到某種不明原因精神錯亂而引起。不過泰勒阿媽發起咗一場運動，要求更改呢個結論，聲稱冇人真正知道失蹤飛機下落，將責任歸咎佢個仔係唔公平唔合理。美軍喺1947年宣布泰勒無罪，輝19失蹤原因改為原因不明。1945年12月5日，輝19 5架戰機失蹤。喺同年12月26日，輝19其中一位失蹤海軍喬治，佢屋企人收到一張神秘電報，內容係寫：你對我有誤會，我仲生存緊。下款係寫 George。將電報佢屋企人一直 keep 住，以確定係由佛羅里達州路德代爾堡基地附近西聯匯款 office send 出嚟。而電報上個名係佢屋企人平時對佢嘅稱呼，有人推測電報可能係一個非常了解喬治嘅人 send，因為知道佢屋企人點叫佢。不過亦都有人推測係佢自己本人 send，話佢當時可能已經自行離隊，喺塞巴斯蒂安降落，因為係緊急降落，機長同機尾槍手都已經喪命，只得佢自己一個冇事。但係佢冇再出現，亦都冇再聯絡屋企人，冇辦法證明佢係生定係死。而亦都有人推測係某種原因，軍事指揮部改變佢身份之後，要佢隱藏餘生。17年之後，1962年法官格雷厄姆同佢個仔喺佛羅里達州海岸印第安縣塞巴斯蒂安旅行。
佢哋打獵期間喺田入邊發現一架復仇者殘骸，法官即時聯絡帕特里克空軍基地，海軍即時趕到現場移走飛機。當時機上仲有2具屍體。最初海軍宣布係輝19，不過好快就撤回信息，冇再發表任何聲明。2013年根據資訊自由法發出請求，但冇收到任何回覆。當時法官喺海軍嚟到之前攞走咗飛機上一支槍，法官家人一直保存住。槍身有序號，但冇記錄安裝喺邊架飛機上，唯一證明係支槍係復仇者專屬配件。好啦，我哋今集又係咁多，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